继续来看这个国防部嘛发新闻稿，讲为透早的6:40开始，陆续侦测到阿强各种的战机甲无人机，有26只出海活动，其中有20只甚至飞过中线，进入咱台湾的北部、中部、西南部甲东部的空域。咱的国军嘛严密来掌控，而且派任务机、任务舰甲飞弹的系统来应对。若是加上昨伫台海周边所侦测到的13只军机，累计到目前为止，阿强已经有39只军机出海来活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